你有冇試過拼命咁努力工作，追求升職、完美嘅家庭，甚至個人成就？但係當你達到目標嗰陣，突然間覺得空虛，心諗咁辛苦為做乜嘢呢？我記得有次同朋友傾開，佢話佢做咗10幾年，終於升到經理，但係嗰晚返到屋企，佢冇覺得開心，反而覺得好迷失。佢同我講：我以為到咗呢個位就會滿足，點知更加唔知自己想點。你知唔知我哋成日諗點樣播種，諗點樣努力工作，點樣計劃人生，點樣達到目標？但原來最重要嘅唔係我哋幾努力播種，而係我哋心入邊嘅土壤係點樣。就好似種花咁，你可以買最靚嘅種子，但如果土壤唔啱，點種都種唔出嘢嚟。我哋嘅心都係一樣，如果冇準備好，再好嘅機會，再有意義嘅嘢，都入唔到我哋心。你知唔知？有時我哋個心就好似行人路咁，俾日常生活嘅壓力、工作、社交媒體踩到實晒。朝朝起身就睇手機，睇完電郵又睇 WhatsApp，跟住又要諗今日要做啲乜。種子跌落嚟，但係完全入唔到肚，好快就俾雀仔食咗。就好似有人同你分享一啲好有意思嘅說話，但係你個心太忙，根本聽唔入耳。可能你表面上點頭，但係其實你個腦已經諗緊，等陣要開會，要覆邊度信息，要買啲乜嘢餸。我自己都試過，有時坐喺度同人傾偈，但係其實我個心已經飛咗去第二度。人哋講緊好重要嘅嘢，但我完全冇聽入去，因為我個心太硬、太忙、太實晒。點解會咁？因為我哋俾太多嘢填滿咗自己，每一日都行程排得密密麻麻，冇留白，冇空間俾新嘅嘢進入。試下每日抽5分鐘靜一靜，關埋電話，俾自己個心鬆一鬆，唔使做啲乜嘢特別嘅嘢，就係坐低深呼吸，俾自己個心軟化翻。可能最初會覺得好難，因為我哋已經習慣咗忙碌，但慢慢嚟，你會發現當你個心唔再咁硬，好多嘢都會唔同晒。有啲土好淺，種子好快發芽，但一曬太陽就枯咗。你有冇見過啲人好容易興奮，聽到一個新 idea，即刻話要做，充滿熱情，好有幹勁，但過咗2個禮拜就冇晒影。就好似我哋有時對新嘢好有興趣，但一遇到困難就放棄。學琴學咗2堂就話太難，做運動做咗1個月就話冇時間，開始一個計劃，但一遇到挫折就停低。點解會咁？因為我哋嘅根太淺，我哋想要即時嘅滿足感，但真正有意義嘅嘢係需要時間培養。我記得以前學煮餸，一開始好有興趣，買晒啲靚靚嘅煮食用具，睇晒啲食譜。但第一次煮失敗咗，我就覺得好灰心，諗住放棄。好彩我屋企人同我講，慢慢嚟啦，邊個一開始就識㗎？真正有意義嘅生活需要深耕，唔係淨係表面嘅熱情咁簡單。當太陽出嚟，即係當困難出現，當有人批評你，當你失敗。你要有足夠深嘅根去抵抗，唔係即刻就枯萎。深根唔係一日可以建立，係需要時間，需要你堅持，需要你願意喺冇人睇見嘅時候都繼續努力。就好似一棵樹，你見到佢喺地面嘅部分好靚，但其實最重要嘅係你睇唔到喺地底下面嘅根。最危險嘅土壤其實係荊棘叢。點解我話佢最危險？因為表面上睇一切都好好，種子生長到開始發芽，你以為一切順利，但係慢慢嚟，你會發現啲雜草對物質地位安逸嘅追求，搶晒所有陽光同水分，最後個種子雖然生長到，但永遠都結唔到果子，因為所有嘅養分都俾雜草搶晒。呢個係我哋最容易跌入嘅陷阱。我哋有份好工，有屋住，有錢用，表面上一切都好好，但係我哋花晒所有時間去追求更多、更大嘅屋、更高嘅人工、更新嘅車、更多嘅讚好。我有個朋友，佢份工做得好好，有樓有車，樣樣都有，但係佢同我講，佢覺得好攰，好空虛。我有嘅嘢越多，
我就越擔心會失去。我每日都諗點樣賺多啲錢，點樣買多啲嘢，但我已經好耐冇問過自己真正想要啲乜。問下自己邊啲嘢喺度消耗我所有精力，令我冇時間做真正重要嘅事。可能係你份工，可能係你對物質嘅追求，可能係你對人哋點睇你嘅執着。呢啲嘢本身唔係壞嘢，有份好工係好嘅，有錢用係好嘅，人哋欣賞你都係好嘅。但當呢啲嘢變成你生命入邊最重要嘅嘢，當佢哋搶晒你所有嘅時間同精力，佢哋就變成咗荊棘，阻礙咗你生命入邊真正重要嘅嘢生長。好土壤係點樣噶？佢係柔軟嘅，冇被生活嘅壓力踩到實晒。佢係深厚嘅，有足夠嘅養分俾種子扎根。佢係冇障礙嘅，冇雜草同種子爭養分。好土壤接收種子，俾佢生長，結出30倍、60倍，甚至100倍嘅果實。你諗下，一粒種子可以結出100倍嘅收成，幾咁神奇？但係點樣培養一個好土壤嘅心？唔係靠你更加努力，唔係靠你做更多嘢，反而係相反，係放低，係接納，係願意改變。當我哋培養一個接納嘅心，誠實面對自己嘅軟弱，謙卑承認自己唔係樣樣都識，願意改變自己嘅諗法，我哋嘅生命自然會結出果子，祝福身邊嘅人。我見過一啲人，佢哋可能冇好高嘅學歷，冇好多錢，但係佢哋嘅生命好豐盛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嘅心好柔軟，佢哋願意聆聽，願意學習，願意俾人幫助，都願意幫助人。好土壤唔係完美嘅土壤，而係願意被培育嘅土壤。就好似園丁會鬆土、會施肥、會除草，我哋都要容許上帝喺我哋生命入邊工作，軟化我哋嘅心，清理我哋生命入邊嘅雜草，加深我哋嘅根。你知唔知？你唔係種子，你係土壤。好多時我哋以為自己係種子，要努力生長，要證明自己，但其實種子已經俾咗你，就係希望、意義、愛、目的。呢啲種子不斷喺你身邊散播緊，透過你身邊嘅人，你經歷嘅事，你聽到嘅說話。問題係你嘅土壤準備好未？今個禮拜試下改變你嘅土壤，唔使做好大嘅改變，就由少少嘅嘢開始，揾一個安靜嘅時刻，可能係早上起身後，可能係夜晚瞓覺前，可能係 lunch time。喺嗰個時刻，問下自己，乜嘢令我個心變硬？係咪我太忙，冇時間停低？乜嘢令我俾太多嘢填滿咗自己？乜嘢窒息咗我嘅目標？係咪我追求緊一啲唔重要嘅嘢呢？一粒種子嘅潛力，只有喺啱嘅環境先會釋放出嚟。你可以有最靚嘅種子，但如果土壤唔啱，佢都生長唔到。同樣，你可以有好多機會，好多可能性，但如果你個心未準備好，一切都係徒然。如果你願意打開你個心，上帝應許會將最細嘅種子變成豐盛嘅收成。呢個唔係你靠自己嘅努力，而係當你嘅心準備好，上帝嘅恩典自然會流入你嘅生命，結出你意想不到嘅果子。你想過一個點樣嘅人生呢？一個充滿意義、有目的、祝福人嘅生命，定係一個忙碌、空虛、充滿雜草嘅生命？選擇權喺你手中。如果你準備好，如果你願意俾上帝喺你生命入邊工作，軟化你嘅心，清理你生命入邊嘅雜草，加深你嘅根，你可以咁同上帝講：神啊，如果你仍然在說話，我準備好聆聽。有啲人覺得上帝好似一個智慧嘅朋友，同佢哋一齊走過人生，帶嚟希望，好似春天嘅第一朵煙花咁。你想唔想今日同上帝傾偈，就好似同朋友傾偈咁？主耶穌，我承認我嘅罪，並尋求你嘅寬恕。我願遠離罪惡，並邀請你進入我嘅心靈和生命。我願意信靠並跟隨你，
成為我嘅書和救書。請幫助我理解你嘅愛與恩典。我需要你嘅指引來真正改變我嘅心靈，更新我嘅思想。請引導我，使我嘅行為符合你嘅旨意和我生命嘅目的。奉耶穌的名祈禱，阿門。